我阿東你好，有又有一排唔見啊！其實咧想揾你講台灣咧，就如果要講咧，個個禮拜都講到嘅，OK 都有嘅。台灣好多 issue 嘅，咁但係咧其實咧唔係個個 issue 香港人都咁關心。係啊，第二咧如果要講嘅話聽講5日都講唔晒一個禮拜啊！我話咧係好多 issue 嘅，咁但係最近就太多啦，就點都揾你上嚟咧係講下嘅，因為有啲嘢咧。即係首先我要今晚我哋又會講幾個 topic 關於台灣嘅，而家都係好 hot 嘅 topic 嚟嘅。咁咧首先我要講講香港嘅情況嘅香港新移民咧，由大陸嚟嘅新移民咧，即係每日配額嗰啲啊，係咪250個還是500個？250個好似咪150個150係嘛？150嗰啲咧，佢哋來香港咧係不歸之路嚟嘅。佢哋一收到 visa，即係香港方面俾個 visa， 大陸又俾個 visa 佢之後咧，佢嚟香港就唔可以翻轉頭噶啦，就馬上取消戶籍噶嘛，取消咗佢哋嘅戶籍㗎。咁如果你唔適應咧，即係唔適應香港生活，你係冇得翻轉頭。你翻大陸咧，翻同一個鄉下、同一個城市咧，你冇戶籍，好多嘢咧你都做唔到噶啦。咁我記得10幾年前咧，工聯會曾經係建議過嘅。即係同大陸方面講，喂，不如咁啦，俾3年期啦，即係俾一段時間佢哋喺香港，去睇下佢哋適唔適應。如果佢唔適應咧，你俾佢翻轉頭啊嚇，即係唔使好似即係嚟到香港咁啊過埋一世㗎咯喎，咁啊過埋一世，你幾唔開心都過埋一世喎。因為你翻去咧好多嘢做唔到，你揾唔到工啦。第一件事你唔可以揾工做嘅，咁仲有好多咧嚇福利嗰啲都冇晒啦嚇，咁所以咧就係香港。就係希望大陸改嘅，咁但係大陸好似係冇改到嘅，係冇改到嘅。咁我又唔知道咧，原來咧由大陸即係所謂移民去台灣嘅咧，係另外一樣嘢嚟嘅喎。咁啊可以保留戶籍嘅喎，係咪先？佢唔係一國兩制啊，佢係兩個唔同嘅完全唔同嘅方式，即係佢哋既可以保留有台灣嘅身份啦，即係 status 咧，居留權啦，咁亦都同時係擁有翻，繼續擁有大陸嘅居留權嘅。咁我唔知先問你先。咁如果啲即係咁樣移民咗過去嘅，佢哋要住幾多年先攞到台灣永久居民嘅？其實我就今日因為呢集節目咧，我都擔心自己即係有啲燈下黑嘅問題咧，成日以為自己知就可能唔知嘅情況咧，就揾翻即係喺台灣咧，即係呢個陸委會嘅資料發覺到咧，就其實大陸人現在所謂要去台灣嗰度咧定居嘅話咧，應該就針對最主要都係陸配嘅啫，即係你係有一個叫依親申請嘅，依就係依託個依啦，親就係親人個親啦。咁依親申請咧一定係直系親屬嘅。咁啊，直系親屬就譬如夫妻就直系親屬啦。咁父母就即係簡單啲咁講，嫁去台灣或者去台灣娶個台灣女仔啦嚇。冇錯，嗱，譬如好似我咁樣就拗教嘅，因為譬如我舅父同我咧就唔係直系親屬嚟㗎啦。咁呢個咧就唔可以做嗰啲依親申請。咁阿暫時講嗰個係真嘅，即係因為咧呢個咧就係即係中港澳台都比較即係特別嘅情況底下啦。咁所以咧佢根據依家台灣規定咧，就係如果你根據依親居留咧，就超過6年或以上咧，就可以申請台灣身份證㗎啦。哇，6年啊！哇，好長喎，6年。唔長，即係仲要係無需放棄原國籍嘅，即係你其實繼續有大陸身份證嘅。咁但係如果你睇翻咧，就係原來咧就係因為婚姻而去到台灣咧，咁啊依家累計有38.4萬人，都幾多。咁啊當中157000人咧已經攞到身份證，咁啊另外11萬人咧就攞住嗰個叫居留證，即係長期居留證。咁啊長期居留證有咩分別咧？因為咧台灣啊幾得意嘅，如果陸配啊即係大陸人去依親嘅話咧，居住滿10年之後咧，其實就可以擔任地方公職人員咧，甚至乎係可以咧就係有選民資格去投票嘅。咁即係兩條分水線啦，一條6年啦，一條10年啦。咁你諗下呢批人咧，其實就為數都相當多，但係咧佢係唔需要放棄原國籍，咁啊6年就可以申請身份證。10年就有埋公民權利啦。咁但係如果對比喺外國，其實就唔同喎。如果你真係唔係呢4個地方嘅話咧，其實最快要8年咧先可以攞到台灣嘅即係身份證。即係你越南啊，或者泰國啊、緬甸啊嗰啲啊。係啊，冇錯。所以其實我哋而家喺台灣中南部嘅台中，
即係話台中依家好多台中火車站出面已經有東南亞城大道咩咁樣㗎啦。即係你有時你喺台中火車站出面見到嗰個叫做鴨綠村定鴨村，我唔記得咗。即係其實好近，你行個5分鐘都唔夠咧。嗰度個情況咧，你以為喺香港遮打花園㗎嘛？禮拜日。咁樣多到咁得意。同埋越南嘢係非常之好食啊！即係譬如我自己係越南嘅小食係好食真嘅。佢都唔使小食啦。依家你喺中南部，即係嗰啲越南河粉啊、炸肉卷啊，甚至乎嗰啲即係發包啊，越南好出名越南發包啊嘛。咁我可以夠膽死話俾你聽係仲正宗過香港。即係佢最簡單一樣嘢，佢係有豬肝醬啊嘛。咁啊，香港其實有時未必有豬肝醬。咁啊，其實越南發包其中一樣個精髓就係個豬肝醬喺度。咁佢都有㗎啦。咁你睇到其實好多啲越南新娘啊、印尼新娘啊，咁啊其實都喺中南部度嘅。咁但係佢哋需要8年咧先可以攞到即係申請咗都唔一定批俾你喎。申請呢個即係台灣嘅身份證，仲要你一定要放棄原國籍咧先得嘅。咁所以咧，即係依家咧雙重國籍嘅問題咧，或者早排發生嘅時候，好似雅雅事件啊，嗰3個即係陸配新娘啊，被遞解出境啊，即係唔係佢遞解限令你出境啦嚇，即係你唔離開嘅話咧，你就以後連仔都冇得探嗰啲咧。咁其實就係中港澳台先會有呢個情況發生。嗱，你見到咧，就算係即係呢個一個好出名嘅藝人啊，但係佢係體操教練嚟嘅，大家上網可以揾到佢嘅，就係烏克蘭嘅盛產美女啦。咁啊，烏克蘭嘅體操教練叫瑞莎，佢2013年咧想歸化中華民國國籍咧，其實都搞唔掂。咁啊，結果去到2017年咧，就係用一啲好特別嘅途徑先歸化得到。嗱，點解會出現咁嘅情況咧？有趣嘅，因為咧好多地方咧喺聯合國底下咧，其實佢係冇承認到台灣噶嘛。咁變咗佢冇辦法註銷你嘅原國籍，又去咗第一個不知名地方噶嘛。咁所以佢咪冇辦法可以幫你搞申請嘅。即係嗱，理論上如果大家係一個自由開放嘅社會嘅話，咁我由一個地方去移民去另一個地方，咁你咪申請人哋嘅國籍，同時間你亦都可以取消你嘅原國籍，或者佢願意俾你保留就咪保留咯。如果你唔願意保留嘅話，咁啊冇計啦。咁有時有啲唔願意保留嘅原因咧，就未必係因為人哋嘅制度唔俾你用保留嘅，可能因為稅務問題啊。譬如可能阿湛都知有啲地方咧，佢係計GNP 噶嘛，總言之你係佢原國籍嘅話，你去到北極佢都照收你稅噶嘛。咁所以咧，其實咁佢就索性我移咗民嘅話，我取消咗原國籍，咁你就唔使交咁多稅啊嘛。咁但係但係問題就係台灣一個特別地方咧，就好多時咧，佢好多國家其實佢並冇邦交關係嘅。變咗造成到嘅情況咧，就係人哋唔知道點樣可以註銷咗你個國籍，又申請另外一個不知名地方嘅。咁所以佢對一啲非中港澳台嘅人咧，到翻最後仲嚴咗，因為嗰個就變咗你自願行為啦。咁你要自己搞掂咗，冇咗個國籍嘅時候，咁你都要居留㗎。咁你既然有個依親嘅時候咧，咁你依親即係個直系親屬，譬如可能丈夫或者太太，又或者係你嘅爸爸媽媽。咁你嘅時候咧，你就有個合理性喺度咧，你就可以申請。咁但係呢個仲長過即係所謂6倍，因為佢要8年時間先可以。咁我要問一問你一樣嘢啦。咁即係非中港澳嘅人士咧，嗰啲即係嫁過去或者過去娶一個台灣女仔㗎啦。咁除咗呢批人，即係以外嘅係咪一視同仁咧？東南亞同埋烏克蘭啊，一視同仁。8年就攞到個永久居留，申請啫喎，唔係話俾你開8年至開有得申請啫。申請啫喎，聽清楚啲。因為台灣係有幾種證嘅，你依家最終極嗰種啊，梗係身份證啦。身份證你咪有晒公民權利，但係仲有一個叫長期居住證啊嘛。咁長期居住證你冇公民權利喎，冇醫保冇成個乜都冇喎，大佬。即係長期俾你居留，咁但係個長期咧都有時有個彈性喺度喎，即係個彈性咧可能真係好長。但係可能係會好短嘅，所以其實阿湛你另外一個題目講反滲透法之後咧，發覺好多啲6倍，因為你睇下38.4萬人都唔少嘅咯，咁你加埋佢親人在內嘅話咧，閒閒地1加3就成8萬人，咁台灣得2300萬人啫嘛，咁你變咗你咁多人嘅時候，你咪早嗰陣時由即係反滲透法，其實台灣而家好少人講嘅，因為已經係2019年10月31號通過嘅事嚟㗎啦。咁但係當然後續咗好多嘢發生緊啦，就話咧重新審議過或者重新檢視過一啲6倍喺台灣嘅行為係咪俾佢長期居留啊嘛？
咁所以其實個原因就咁解，因為佢嗰個彈性咧，其實係由呢個即係內政部啊、陸委會去決定到底你可以居留幾耐嘅。咁如果佢覺得你有危害嚇，即係現在我哋講啊，即係個國家安全啊，梗係講緊喺台灣嗰度講緊中華民國啦。咁佢就有機會咧，就要求你咧就係要即係離開咁。你其實雅雅或者係其他嗰幾個咩小薇啊、欣怡呢啲咁樣嘅陸配咧，就係呢個情況啦。因為佢重新檢視過你在台灣居留嗰個情況會唔會危害到中華民國本身個安全嘅時候，咁佢咪要你走咯。咁呢個係長期居留，因為你見阿雅嗰啲咧，其實佢有仔女喺度㗎。仔女嘅，即係如果你根據依親嗰樣嘢咧，咁啊，甚至乎雅個老公自己都出嚟講，佢係台灣人嚟㗎。咁你，但係當然啦，就即係有啲傳媒話，點解佢老公咁搞笑，上走一個姓，下走一個姓啊？咁但係點解會咁㗎？即係我就唔係好了解。佢老豆佢阿媽都應該出嚟喺度抗議㗎喎。但係反正。佢就係一定係因為依親申請佢先可以去到台灣啦，因為如果你純粹係話一個大陸人咧係要去即係叫入籍中華民國啊，或者係歸化嘅話，我諗呢個情況好難好難，即係起碼我過去咁多年我裏邊聽到咧，我諗可能10隻手指數得晒咁滯嘅，除非你好特別嘅情況。咁即係話順利攞到中華民國護照嘅，最快都10年。幾多年？係啊，嗱，如果係中港澳台就6年可以申請啫，即係可以跟住等幾多年咧？再等到佢批就唔知噶啦噃。咁你譬如近年都有啲香港人移居台灣，咪發覺到好長時間都冇辦法攞到身份證，咪就係咁解咯。咁當然佢哋講緊個快咧，都唔係好快嘅。因為呢個快咧，你都講緊6年啦。咁仲有冇情況發生咧？有嘅。咁啊，早年可能阿站有印象，就講緊2019年之前，咪有啲投資移民嘅。係啊。投資移民就鬆好多。咁當時咧，其實600萬新台幣，你去台灣嗰度咧，就係即係嗰個投資，咁亦都創造一個就業機會。咁啊，就業機會其實唔多啊，講咗幾個位嘅啫。咁啊，亦都起碼有3年保障啦，即係你有3年時間喺嗰度營運緊，唔係今日就聽日走嗰啲咧咁樣。咁你就已經可以咧，就係有一個因為投資移民緣故咧，就喺台灣攞到一個即係因為咁嘅途徑就攞個身份證啊。咁當時都有唔少大陸人係曾經經過呢個途徑咧去做過啦。佢點做咧？就係因為佢 franchise 啊。其實佢唔需要自己特別去嘅。咁但係佢係 franchise 所。咁而當時亦都冇咁緊張啦。咁啊兩岸都交流相當之多啦。咁啊變咗你總言之就每一年都係踎夠日子咁，你咪 OK 咯。咁所以其實嗰個咧，亦都係佔咗一個相當之大部分嘅即係人數喺度。所以頭先講話嗰度陸配38.4萬咧，其實唔包括呢班人嘅。咁但係問題上，現在你話即係投資喺台灣嘅大陸人啊，或者嗰啲咁樣，亦都越收越緊啊！即係都唔容許你咁短時間啦。坦白講句，咁亦都另外一個角度講，台灣亦都唔係好多生意可以俾你做啊。咁所以即係你諗下，現在台灣嘅71，我有朋友係咁多年都未成功。唔出奇啊！未成功啊！如果投資移民最容易 franchise 係咩嘢咧？都可以同大家講下啲即係花邊嘢，就係嗰啲便利店同埋呢個手搖飲品啊，即係嗰啲珍奶咧，係咪珍珠奶茶嗰啲？咁但係現在發覺到台灣嘅便利店咧，佢多嘅程度仲多過廟喎。即係台灣嘅廟已經超級多啊！咁但係你係竟然係即係佢又批，佢政府又批你過去開間便利店啊之類嘅，太多啊！太多，因為有啲便利店啊，譬如全家嗰啲咧，即係屋企兩公婆經營嘅啫喎。咁你又所以現在有時我哋都話咧，因為佢啲宅配好方便嘅嚇，即係訂書你唔使去金石堂啊，唔需要成品啊，佢係送到便利店俾你。咁你喺便利店最近屋企門口間攞咁就 OK，真係好方便嘅，老老實實。咁但係你真係睇清楚嗰個地址，因為同一條街咧，你可以有10幾家71啊，10幾家呢個全家喺度，你都唔知揾邊間先係。咁所以其實好複雜，好複雜。咁但係你諗下，依家都其實便利店都唔係好好做啦，或者你珍奶都唔係好好賣啦。咁所以依家投資移民亦都相對少咗。咁啊，佢個門檻亦都係即係提高咗啦，唔係純粹你俾600萬加幾個位佢就俾你，咁就唔係嗰回事嚇。咁所以你其實見到咧，喺如果講個雙重國籍裏邊咧，其實個容許嘅話咧，就係合理地嚟，即係根據法規嚟講，就只不過係因為你係依親，同埋同一時間咧，你就係中港澳台。咁呢幾個地方咧，咁佢即中港澳咧，因為台佢本身自己已經係㗎啦嘛，咁佢先可以無需要
去放棄原國籍。咁所以其實近呢幾年咧，你發覺到咧，即係台灣係要求話，如果香港人去台灣係申請移民嘅話咧，嗰個條件係比以往加高咗好多啊，年年都加高，審批亦都好耐啊，嚇，甚至乎審批亦都唔一定得啊。咁你變咗又鬧咗啲所謂二次移民嘅講法啊，即係有啲專業人士去到台灣又不被承認，譬如護士咁樣，跟住又移民過其他地方，咁啊覺得好似即係唔係幾高興啦。但係你見台灣一路講法就係話，其實佢對中港澳地方嗰個條件都係比其他地方寬鬆，原因就係因為人嗰度要8年嚇，即係你見到越南新娘啊、國防新娘咧就更加多，同埋人哋8年都唔一定俾你㗎，佢都係你可以申請。中港即係中港澳就6年搞掂啦，6年。係啦。而到今日為止咧，嗱以前當然更加低啲添啦。咁但係現在就係即係人哋都係覺得都係比其他地方係即係寬鬆啦。因為如果你類比翻嘅話，即係台灣現在的而且確你講緊即係嗰個叫做新住民咧。我以前好多年前寫文都有講過，其實新住民嘅數字已經多過原住民㗎啦。新住民即係意思就係嗰啲越南啊、印尼啊。柬埔寨啊嗰啲咁樣，喺2020年嗰陣時，台灣總統選舉我寫過篇文就話新住民組又會影響台灣選舉格局咧。嗰陣時已經個數字已經係成講緊50-60萬㗎啦。咁但係佢哋個標準都冇你咁高啊，即係冇你咁低啊。咁所以佢哋其實融入當地社會或者投入去個當地勞動力嘅話，其實係可能係比我哋所謂中港澳呢班更加多都唔出奇。最簡單就係如果唔係咁多嘅話，點會咁多越南美食啊？坦白講句講多次啦。咁中港澳嗰度咧佔有幾多人咧？中港澳嗰啲嗱，現在講陸配啊，即係結婚啫嚇，正純結婚咧就38.4萬。好啦，咁就我俾個概念俾你咧，咩叫38萬人啦38萬人啊！澳門喺回歸嘅時候有43萬人，即係接近澳門回歸嗰陣時整個澳門嘅人口啊！咁都幾多喎？好多喎咁樣啊！嗱，我唔知你1加3嘅話就可能成8萬㗎，真係唔少人㗎。嗱，我冇一個數字啦。咁到底即係嫁落嚟香港嗰啲咧有幾多人咯？或者即係娶香港女仔嗰啲有冇？我估冇咁多係嘛？香港嗰啲冇咁多啊！即係第一，香港人口少啦，台灣人口係香港嘅4倍啦。好啦，你話可以動搖佢個選舉，左右嘅選舉，喂，咁台灣都2300萬人，你30幾萬都好少啫噃。嗱唔係嘅喎，嗱，因為佢都話另外一條例咧，大家要留意咧，就係佢係如果陸配加入台灣戶籍啊，即係你攞到身份證之後，打算10 years 唔係即係8年攞到啊。陸配嘅話就6年得啦，6年可以申請嗱。但其實以往咧，因為兩岸關係唔係咁緊張嘅時候咧，佢在於人道嗰個立場嘅話咧，陸配你就即係包括香港人在內啦嚇，咁就唔係話咁難走去申請到個身份證嘅，係呢幾年真係緊張到黐嘅線啫嘛。咁你諗下嗱，如果佢根據佢嗰個現在內政部個資料，你係6年可以申請，又假設你順利地申請到個身份證。你只需要居住10年咧，你就可以擔任地方公職，擁有投票權，即係有公民資格㗎咯喎。咁呢班人其實可能講緊唔少數啦。同埋一樣嘢得意喎，嗱，因為嗰陣時咧，嗱，我諗香港，我呢個真係冇數字啊，因為中港融合都好密切啦。你話香港幾多去台灣？咁以往我覺得都唔係多嘅，個最大唔係多。嗱，我幾年前 check 過話，9萬咋。幾年前啦，2019之前係得9萬到嘅香港人。因為最緊要個原因點解就係香港無論生活水平啊，其他嘢都比台灣係叫做都仲係繁榮啲。雖然當時我哋都係即係曾幾何時我哋都係亞洲4小龍啦，咁但係香港一路都係即係超前過台灣好多㗎嘛。咁但係另外一個角度，大家就冇留意到就係佢講緊個中港澳嗰啲人，佢係冇計算過，如果你係喺內地嚟香港攞到3粒星咧，其實喺台灣係 check 唔到㗎。係咩？係咩？點會知你攞3粒星就永久性居民㗎啦嘛？咁你永久性居民嘅時候，你點會兩邊你其實係唔會互相去即係去互認你本身嗰個所謂嘅身份證文件㗎喎，大佬。如果唔係嘅話，佢台灣起碼今日唔會咁做先啦。如果唔係你一早統一咗啦，所以佢攞唔到個資料㗎。咁所以其實幾多係香港嘅新移民，而透過香港身份證再去咗台灣咧？其實呢件事就令到大家好頭疼啊！真係唔知有幾多，唔知有幾多。冇
㗎，呢個起碼據我所認知就真係冇呢啲咁嘅，起碼我揾唔到公開資料有先啦，好老實。因為第二呢個情況係存在，加上當時其實大家唔好諗今日咧，當時講緊過去即係國民黨年代啊，特別馬英九嘅時候，其實兩岸關係相對比較緩和嘅時候咧，其實呢啲嘢大家冇乜所謂啊嘛。加上其實你諗下香港去台灣嘅飛機係可以誇張到每半個鐘頭有一班，係最密就係去台灣啊！香港飛機最密就係去台灣。咁你去到咁密嘅時候，咁大家邊有得人理你㗎？咁所以其實當時先後尾開始，由我細個嘅時候要一早做簽證，後尾有落地簽證，後尾有網上簽證，後尾落地簽證要收佢錢，網上簽證就唔使你錢啊！咁你諗下，係密到咁嘅地步嘅時候，你點會估到啫？即係點會估到今日咁差啊？應該咁講，即係當時係諗住繼續向好啊嘛。咁點會諗到今日咁差啫？所以你話有幾多係因為香港嘅身份證緣故而再去咗台灣，其實又係一個數字，大家冇辦法知道。咁所以點解近年咧喺兩岸關係咁緊張嘅時候，反滲透變咗成一個主要議題咧？其實因為已經係好多五花八門嘅方式係你可以入到台灣，而台灣一路以嚟俾即係大家個印象或者佢自己想做咧，係一個好開放包容嘅城市嚟嘅，係一個好開放包容嘅地方嚟，所以佢唔會拒絕㗎，佢亦都需要人才啊。咁所以其實你話喺呢個咁嘅事件裏邊咧，引起得嚟俾大家關注就係到底佢邊啲人可以有雙重戶籍㗎？第二樣就係咁點解會有咁多？咁當然啦，就會衍生第二個問題，我覺得比較有趣咧。我其實想咧就係、到底如果從即係現在兩岸關係咁差，下一步大家就諗到啊，可能都好擔心兩岸會唔會出現啲擦槍走火嘅情況啊，甚至乎會出現咗武統啊，或者係大家唔想見到打仗啊咁樣樣。咁呢啲其實討論咧，現在我相信起碼喺台灣裏邊唔會係一個大家覺得避而不談或者當冇件事發生嘅嘢。但係你分析嘅話咧，我用另一個角度睇就話點解出現呢個情況咧？可能倒翻轉嚟讓大家會即係理解多少少。嗱，第一樣嘢你睇到咧，就係點解今次即係嗰啲陸配事件講到係咁令到大家去震驚啦嚇，即係當然有啲人就覺得佢哋抵死啫，你唔做網紅唔亂噏嘢咪冇事咯。而你亂噏嘢嘅時候，有時候有啲即係聽到都令到台灣當地嘅人可能即係唔舒服啊。譬如我唔知阿湛有冇聽過咧，就係有個陸配講就話發夢嘅時候咧，諗起聽日成個台灣島都插滿5星紅旗就好興奮咁樣樣。咁其實喂，你身處喺台灣喎，你講句咁嘅説話，其實都唔係幾好啊！即係如果將心比己嘅話，你諗下，如果有人係響大陸嗰度話，如果發夢嘅時候，即係諗到聽日成個大陸都插滿呢個星天，起碼刑事拘留啊！係啊，即係我諗，起碼刑事拘留啊！好蠢啊呢件事，即係可能你自己真係想咁，但係你如果係因為所謂like 啊，或者係希望做網紅而有啲咁嘅言論嘅話咧，我又覺得真係。即係你始終係人哋嘅地方啊嘛，或者你你自己唔係一個安全嘅地方先啦。起碼大家係咪真係對你好認識、好熟咧？我唔否定嚇，台灣有好多人咧，即係起碼仲有統派存在嘅。咁但係問題上，你嘅表達可能會令到大家好唔舒服。咁但係就衍生到大家嗰個反思問題，或者就係所謂大陸現時對台政策有啲乜嘢板斧啦？咁我就覺得咁就值得分析啦，就唔係一件事，一件事就冇乜值得分析嘅啫，即係好容易講完。第一樣嘢咧就係其實喺對島內咧，你發覺到台灣現在好留意係咪出現咗一種叫人口稀釋嘅狀況，因為其實台灣個出生率係越嚟越低啊嘛。咁你去到咁低嘅時候，其實你冇移民咧就搞唔掂。咁我諗呢啲係好多啲已發展嘅地方啊、國家都會面對嘅問題。咁你睇翻頭先我同阿湛傾，你諗下，淨係陸配人數38.4萬，未計投資移民，未計香港嘅新移民攞到身份證再去台灣。咁你諗下嗰個數字，真係可能講緊100幾200萬，一啲都唔出奇喎。過去幾廿年落嚟嘅話。咁你諗下，第一樣嘢就係、其實台灣人會諗下，會唔會所謂叫人口稀釋，已經唔覺意有好多大陸人喺台灣存在咗。嗱，其實仲有一樣嘢咧，大家未去留意過咧，就喺國民黨因為馬英九後期，陳水扁前期都有嘅，就係、台灣因為好多大學。所以咧，就喺陳水扁嘅時候出現㗎啦，即係多到離晒譜。曾經何時台灣嘅大學仲多過英國，咁即係我都唔明點解搞成咁樣樣。咁啊，為咗收生咧，其實有好多大陸學生去咗台灣度讀書。近年就梗係越嚟越少啦。咁呢個大家明點解啦？咁但係嗰批大陸學生，你諗下由陳水扁2000年執政到現在講緊20幾年，佢又有冇可能係因為讀書緣故又結咗婚而留咗喺台灣咧？我肯定有，但係個數就幾多我就唔清楚。咁所以其實第一樣嘢咧就係喺
大家會覺得好陰謀論地啊，特別係從喺台灣本位嘅角度，就覺得你係用緊一種叫人口稀釋嘅策略咧，為你將來咧所謂即係去對付台灣嘅時候咧，係有一個根基喺度啊。所以你見到零日攻擊咧嗰套戲雖然未上畫啦，點解佢嗰個背景啊，大家去睇下咧，就係話啊，其實一去到所謂打仗嘅時候，其實好多台灣人會彈咗出嚟話支持喎，但係大家問緊喂，嗰班其實係咪原生台灣人嚟㗎？咁其實就係一個咁樣嘅背景。第二樣嘢講咧，就係嗰個法理上面咧一個即係長臂管轄，我都覺得值得同大家講下。即係現在對台灣嘅策略，就係近期咧。我見阿湛個題目都有寫到台灣幫兇啊，即係如果我冇理解錯咧，應該咧就係嗰個喺中國國台，即係喺國台辦啦，26號推出個台獨打手舉報專欄啊，咁啊嗰度好有趣。台獨幫兇啊，叫做要舉報台獨幫兇。台獨打手舉報專欄，我真係就咁直揾嘅做呢個資料。咁啊，即係有個格仔飄下飄下咁啊，幾得意啦嚇！咁啊公佈咗咧就係有11個人，咁就係即係呢個叫做應該就係呢個頑固台獨分子咁樣咧，就300幾個舉報，就大概咁嘅情況。咁呢個咧其實又係另外一種就係準備定去對付台灣啦。頭先講嗰就係個島裏邊要有人啦，所以就一個叫人口稀釋啦嚇，即係台灣人覺得你想稀釋嗰啲人。第二個就係一個長臂管轄。點解出現長臂管轄咧？其實如果大家有聽下站嘅節目或者我分析咧，咁我今日都個大膽同大家講啦，就係發覺到呢個銳融合根本唔 work。咩叫銳融合咧？如果阿站嘅節目以前我有講過，就係某一啲地方硬性同你拉埋一齊嘅，即係好針對性。譬如金門咧有呢個所謂以前阿站嘅節目都有福建21條啊，我咪喺你個節目度做過嘅。咁但係亦都跟住有啲人咧就即係咪頭腦發熱咧？就係要攞台灣先攞金門啊嘛。咁但係嗰陣時我已經話你出事啦，如果你真係咁做就死火咯。因為金門嗰班人咧其實係認你噶嘛，佢唔係唔認你噶嘛。你去到金門嘅時候冇人話自己台灣人噶喎，個個都話自己係福建啊、廈門啊、漳州啊。咁結果認你嗰啲你將佢攞翻嚟，即係如果講白啲係打翻嚟，咁你台灣島咪仲走得遠？老實講句，咁所以其實呢個銳融係咪唔 work？咁唔 work 嘅時候，佢點創造一個法理依據咧？就出現咗一種個長臂管轄啦，就係我有權去管理。嗰啲人咧，其實我覺得唔 work 啊，我有機會就捉佢啦，我可以通緝佢嚇。根據法律上面咧會咁做。咁但係當然喺台灣島內就即係不痛不癢啦。點解咧？因為2022年8月16日咧，其實中共中央台辦咧已經將蕭美琴啊、黃定宇啊、顧立雄啊、蔡其昌啊、柯建銘咧已經出咗個頑固台獨清單，所以今次唔係第一次㗎啦。其實2022年嘅時候已經出過一批㗎啦，咁依家只不過再加一批上去咁解嘅啫。所以呢個台固頑固分子清單咧，我估計只會越嚟越多。但係佢係創造緊一個合理性，就係一個長臂管轄，即係意思我有權管理，你都係準備將來對付台灣嘅時候咧，一個即係話其實不嬲都我管㗎啦，不過未捉到咁解啫嘛。咁但係有趣情況就出現咗一種適得其反，即係從辯證嘅角度咧就唔會永遠得好嘢嘅，一定有壞處。咁所以因為你係長臂啊嘛，長臂真係掂唔到咯。咁掂唔到嘅時候，你有趣地咧，你見到咧民進黨個立委叫做林俊憲咧就有趣啦。佢就話咧，佢覺得好失望，對呢個台獨頑固分子清單，點解咧？佢要抗議，因為個清單上面根本冇佢個名。佢話我咁努力地維護台灣主權咁耐，竟然個台獨頑固分子清單冇我份喎咁樣。嗱咁你其實你就變咗送子彈俾人啦。如果聽日選舉你真係出事，係啊係好清楚，即係話你越係上到清單嘅，你當選機會係越大。係啊，即係你等於以前有啲台灣作家係即係俾內地係禁咗唔可以出品，佢話呢個係我人生嘅光榮嚟㗎嘛，即係你死咁啊好賣咯，啲書就好賣咯，即係大件事啊呢件事。咁但係其實佢就想創造一個法理上面合理性，咁呢個就係長臂管轄，呢個咪第二步咯。嗱咁你除咗人口稀釋、長臂管轄之外咧，第三樣嘢咧就係一個。第三樣嘢不如休息翻嚟先再講好唔好？可以好啦，嗱不過呢度咧要講翻咧。台獨幫兇嗰度咧，而家係咪話舉報台獨幫兇係可以台灣住緊嗰啲人去舉報咧？打電話翻大陸舉報咧？係啊，因為如果從內地個角度嚟講嘅話，其實佢哋係個國籍係原生中國國籍噶嘛。哦，即係呢樣先至係緊要啫。原來台灣人而家可以舉報台獨幫兇，
邊個係民進黨，邊個綠色咧，就打個電話過去嗱，呢件都係搞台獨㗎啦，咁睇下有機會嚟清算你。咁所以其實當日話有300幾個舉報嘅時候，其實你如果睇翻台灣嘅新聞，因為我每日都睇啦，大家都問其實都係咪要保障定乜嘢？嗰300幾個邊度嚟？亦都有啲人話點解唔少，得300幾個，你吹雞都唔止300個啦，係嘛？咁但係你冇用啊！你舉報咗點啫？你想點？喂，其實如果即係好簡單講計法，就係所有綠營嘅候選人3級議會嘅候選人都應該入咗個 list 啦。係啊，起碼啦，起碼真係批嘅台獨打手舉報專欄裏邊，連 OP 都係喎。佢唔使你塔，已經塔咗啦。喂，有冇電話號碼啊？咩 WeChat 嗰啲嘢可以舉報㗎？有嘅喎，但係佢好似係一個 box 嚟嘅，因為我上過去睇咧，浮一個 box 可以撳入去。要內地嗰啲先得啦，或者係用嗰啲微信啊嗰啲小程序，即係內地嗰個小程式先可以做得到啦。OK， 好啦，咁我哋唞陣先喺呢度咧，我哋呼籲咧大家嗱，阿東咧，即係阿葉博就好耐冇上過嚟㗎啦，咁支持下葉博，今晚咧將咧即係加入我哋彌敦道呢個頻道啦 ，YouTube 頻道啦，最近少咗人喎，咁我都唔開心啊嚇，咁大家就第一加入我哋個頻道，訂閱我哋個頻道。第二就請 like 我哋節目，俾多啲 comment， 同埋咧 share 俾朋友睇，尤其是咧係 share 落啲群組啦。第三，鬆動嘅話請下我同埋阿葉博即係食宵夜啦、飲咖啡啦。第四，更加鬆動嘅話咧就加入 Patreon啦，好唔好啊 ？OK， 咁我哋唞陣先，分零鐘。咁大家有啲咩問題問下咧？你有冇朋友去台灣話？即係好順利嘅，落戶方面咧，好適應當地嘅生活嘅。亦有冇人話咧，其實係好難適應嘅，即係同香港相差好遠啊！即係我去到咧，不過冇辦法，我走咗佬咋嚇。咁到底你哋遇到嘅情況係點咧？就唔係你未必你個人喎，你啲朋友係點嘅？好，咁我哋唞陣先啊！好，翻嚟啦，咁我哋開頭兩節咧講咗咧，即係開頭一節咧講咗咧，香港人移民台灣咧遇到咧，即係而家目前有兩個情況嘅 ，OK， 咁第三種情況係點咧？咁講第三種情況咧，我之前咧我要講一樣嘢，咁咧就係咧，我識有一個家庭，咁香港咧做
賣燒味嘅，開燒味鋪嘅。咁佢應該前年咧就舉家移民咗去台灣㗎啦。咁我相信咧，佢會比較容易適應，唔使開便利店啊嗰啲同人哋爭餐死。因為咧聽聞台灣即係話啲燒味唔係好好食嘅喎，香港嗰啲先好食喎，係咪真㗎啊？現在就越嚟越好食啦，因為好多香港人過去啊嘛。跟住我話以前台灣咧，其實咧佢嗰啲燒味咧，因為有啲似廣州嗰啲，變咗咧其實真係入味啊，好入味。但係好多時咧，特別係燒鵝啊、燒鴨咧，佢就冇吹過嗰個過程。咁啊，依家就唔會用口吹嘅。我哋細個時候響油麻地見到先用口吹，依家就用機吹或者冇風乾過。咁啊，變咗味就好入味，但係脆就未必好脆。咁但係因為好多香港人過去嘅時候咧，其實現在我喺台灣都食過幾次燒味咧，都好 OK 喎，都好食嘅。特別喺台北㗎啦，即係乳豬又脆啊，燒鵝又脆啊，燒鵝燒鴨就唔使講啦，因為佢將個技術搬咗過去，咁啊所以同埋都幾受歡迎嘅喎。即係你唔好以為唔受歡迎喎，依家有時咧，我哋喺台灣嗰啲便當咧，以往我諗啊，淨係得炸豬扒啊、炸雞扒啊，或者啲鹵肉啊，咁其實現在唔係，燒味嘅便當都好多啊，咁亦都幾受歡迎啊。另外一樣嘢就係香港嘅好代表作啦，應該話，即係你一諗起呢樣嘢，諗起香港嘅就係沙爹牛肉麵啦。咁啊，沙爹牛肉麵其實現在喺台灣，特別喺台北地方又係好多，多到不得了喎。即係你最搞笑就係個味道咧，你發覺到同喺旺角食嘅差唔多啊。即係話佢唔係淨係 serve 香港嘅移民，serve 埋台灣本土嘅人啊，台灣本土人亦都接納咗，接納。所以其實你如果係即係喺台灣，你話生活嘅話咧，我諗兩岸四地其實生活理論上就不大問題嘅。即係你如果問我喺台灣，你可能最唔慣嘅咩嘢咧，就係佢特別多老火湯。我哋個廣東人好中意飲老火湯啊嘛。係咁啊，佢哋就係滾嘅湯就會比較多啲，燉嘅湯都有。咁你有時你見到啲咩藥膳排骨啊、藥膳羊肉湯啊有嘅，咁但係你好似我哋成日都煲啲老火湯咧，其實就唔常見。咁但係現在慢慢都多。嗱，因為咧台灣咧佢主要嘅族群咧就係閩南人咧，即係福建人啦。福建人係冇咁多湯嘅。我曾經有個同學係福建人，有個同學係福建人嚟嘅，佢同我講佢話我哋福建人屋企咧係冇咁多湯缽嘅。湯缽啊，係㗎，因為我哋根本就唔會煲湯嘅，好少嘅，唔同你哋廣東人咁啊，係啊，依樣咁，所以佢啲湯冇咁多咧，個多元化冇咁多，一啲都唔出奇。但係現在越嚟越多㗎啦，所以如果你話有呢啲手藝咧，你打算去移居台灣嘅話咧，我相信學阿湛話齋咧，咁又即係難生存到喎，即係有時啲銅板美食即係50蚊台幣，咁當然你話買個便當50蚊就誇張一滯，咁但係你話通常我喺台灣見到啲平民便當咧，都係大概80到120蚊台幣左近啦。咁呢啲燒味便當都有㗎，即係現在好多，真係好多，數唔晒俾你聽。你其實你諗到喺香港見到燒臘鋪有嘅嘢咧，基本上喺台灣你都會揾到。即係咁台灣人亦都係接納咗呢種香港美食。咁正如咧珍珠奶茶以及好多台灣食物咧，都喺香港咧係被香港人接納咯。同埋有啲茶店啊，唔係茶樓啊，嗰啲茶店啊係台灣搞出嚟噶嘛。冇錯，香港而家多咗好多咯，啲人都去飲茶咯。好勁嘅，好先進㗎，唔係真係攞個壺沖㗎，係好先進，好似即係點講啊 brew 啲 coffee 咁樣嚟俾你飲㗎。係啊，所以佢哋我相信，如果你話用你頭先嗰個行業就應該問題不大。咁但係除此呢個行業都仲有其他好多嘢喺台灣係可以做到嘅。當然就你話發展空間咁，當然台灣地方唔多啦。咁變咗你話梗係就唔會好多。但係頭先講翻就係話，現在阿湛可能嗰個講法咧就同我嗰個有少少，我澄清下先。就現在台灣人睇咧就係兩岸關係咁緊張裏邊咧，嗰三大即係大陸對台三大戰略啊，三大策略。係頭先講咗兩樣啦，第三樣係點咧？第一個就係島內嘅人口稀釋啦，第二就係法理上面嘅長期管轄啦。第三樣嘢係咩嘢咧？其實啲灰色作戰。因為呢個就係外界上面啦，即係講埋法理之後就講，因為無論島內嘅人口啊，法理上面都針對咗台灣本島裏邊嘅事。咁外邊係咩嘢咧？現在好多時出現咗一種叫做灰色作戰，就係點樣樣咧？就係不停狼來了即係你發覺到近期就有即係中國漁船擾台啦，即係成日都唔係軍艦咯，今次係漁船喎。
因為漁船咧，其實咧佢個象徵意義咧同軍艦就好唔同嘅。軍艦就其實就好容易擦槍走火啊嘛，特別喺即係佩洛西訪台之後，其實都一路講就係即係所謂台海中線冇咗啦。咁啊成日都公佈下，即係嗰個叫做軍機繞台啊、軍艦繞台嘅次數幾多啦，公佈下嘅時候咧，咁連台灣國防部都費事再公佈啦，因為都其實密到大家都冇乜感覺啦。咁但係現在就講嗰個叫漁船繞台啫咩？因為漁船咧其實兩岸嘅漁業咧一路都係大家就心照不宣一齊撈魚咁解嘅啫。咁但係呢樣嘢就其實不嬲以嚟都有啲叫做約定俗成嘅默契，但係現在就唔係，即係你越嚟越多漁船去嘅時候咧，咁即係證明咧就係覺得個領海權屬於你，你先會咁做啊嘛。第二樣嘢就係咧，其實測試緊個底線，因為咧過去你睇到咧就係自呢個軍機繞台啊、軍艦繞台以嚟咧，好多時我哋將個眼光集中咗就係美軍特別係太平洋艦隊啊、第七艦隊啊，有冇啲咩特別嘅反應喺度咁樣樣？咁但係你發覺到過去唔係喎，即係除咗係美國之外咧，其實好多唔同國家嘅艦隊咧都用內地嘅講法就係借故穿越台海啊嘛。即係你發覺到由呢個德國遠到咁嘅款，你都走過嚟加拿大又有乜都有咁樣樣，咁其實咧就會引起咗好多咧，即係大家虎視眈眈嘅情況，或者係咧係咪有啲動作要做啊咁樣樣，咁甚至乎咧好環太平洋即係喺拜登年代嘅軍演咧，你發覺到咧去假設台海係會出問題咧，都有試過，唔係冇。咁但係你現在用漁船就冇呢回事喎，漁船都唔得，你頂籠咪即係民間作業拆，即係嗰個矛盾，咁就唔係一個軍事上面。但係呢個就變咗咧，就其實就測試緊個底線啊，同埋咧就係彰顯緊個領海權屬於你。咁所以你見到咧喺兩岸關係咁緊張嘅時候咧，其實藉住雅雅或者一啲陸配事件咧，所衍生出嚟咧，我哋可以總結到三樣嘢，就係話現在大陸咧係對台嗰三大嘅策略咧，第一個就係人口犧牲已經做緊，第二個就係即係法理上面嘅長臂管轄，第三個咧就係嗰個準備一個灰色作戰嚇。咁但係如果即係剩低嘅落嚟嘅時間咧，我想同大家講另外一件事啊。咁台灣係咪坐咗喺度乜都唔做咧？咁係唔係㗎嚇？即係如果係咁就好得人驚啦。即係甚至乎咧做嘅嘢比想象中多。咁第一樣嘢就係我可以形容為咧，就係話喺現時嗰個台灣個狀況咧，其實係處於一種叫做準戰爭狀態。咁點解我咁講咧？第一樣嘢就係我唔相信今日嘅台灣人係認為兩岸係一定唔會打仗。呢個係仲會咁諗嗰啲，即係仲未醒嘅啫。但係呢個係冇可能發生嘅事。我諗大部分嘅人咧，都係會覺得兩岸係好有機會咧，就係會擦槍走火。不過希望唔好發生啦。即係作為一個即係我自己本身嘅背景，我都唔希望係兩岸會有任何嘅即係軍事衝突都唔好啦嚇。甚至乎盡量都係和平最好啦。因為打仗一定係衰。咁所以如果係咁嘅情況底下嘅時候咧，你見得到咧，點解對啲陸配去到咁即係絕啦？可以咁講啦。當然佢哋自己都係即係把口衰啲，又要做網紅呃 like 諸如此類。咁但係如果從台灣政府嘅角度搏極去睇嘅時候咧，佢係讓外必先安內啊嘛。你根本冇辦法知道現在有幾多嘅所謂拿住台灣身份證嘅人根本唔係原生台灣人嚟嘅，甚至乎佢哋可能有其他嘅政治立場，到最後尾會拖到你後腿，咁你會好驚嘅喎。咁你咪只可以將佢哋盡量清，或者係首先將佢哋咧就處理咗先咯。因為現在戰爭未爆發，你再唔處理嘅話，當戰爭爆發嘅時候，你係處理唔切啊。咁呢個就變咗令人攻擊嗰套戲裏邊嗰個情況就會發生。所以呢個第一個就係你創造咗個合理性，令到台灣嘅當局係會先安咗內先，咁就將呢班人咧清得就清。第二樣嘢咧，其實喺法理上面就講翻台灣本土法理上面咧，其實係亦都特登敲響咗啲警號。譬如其實阿湛講嗰反滲透法，我話喺台灣島內其實唔多人討論，因為呢件事已經係2019年10月31號去通過咗，咁而2020年而家實施咗㗎啦。咁但係現在其實最新係賴清德嗰個叫佢統17條啊嘛，即係佢對台嗰個先緊要啊！嗰個其實係幾誇張，因為佢裏邊就係第一章中國就列為境外敵對勢力啦，即係講到明其實你兩邊係境外喎，即係如果你即係第一次咁樣 declare 宣稱對方係敵人。OK。第二樣嘢就係其實佢恢復軍事法庭嘅時候咧，香港人唔係好明發生咩事啊，咁啊台灣就哇咁大鑊啊，即係翻白色恐怖年代喎嚇，即係會去審訊一啲間諜罪行嘅軍人喎，但係你睇翻根據即係賴清德所講嘅話，舊年涉及共諜，即係喺即係會將台灣消息賣俾大陸嘅現役及退役軍人咧有15
個人，另外有28個人咧就合計高達66%，即係現役就15個，退役就28個。咁其實嗰個數字都相當多。咁而過去4年裏邊咧，泄漏空軍俾資料俾大陸嘅咧，其實都有幾個軍官，一個係姓史嘅退役軍官，佢冇講全名，一個姓許嘅，即係佢其實佢咪都連紅蜂飛彈嘅部署都話埋俾人聽。咁你諗下，所以其實佢係有一個合理性喺度咁做，但係佢喺島內做啲咩嘢？就係透過呢個法理上面敲響個警鐘，俾所有人知道其實係有機會打仗。因為過去咁耐以嚟，台灣一路俾人鬧得最緊要就係大家其實冇個戰備意識啊嘛。即係所以嗰陣時，我記得我喺佩洛西訪台嘅時候咧，我同阿湛係做過一集節目咧，我咪講過就係話當時台灣咧好多媒體講最恐怖嘅場面咧就唔喺個天島啊嘛，因為嗰陣時大陸咪放飛彈放好多過去嘅。最恐怖嘅畫面咧，其實喺捷運島啊嘛，因為個個繼續睇手機啊嘛，根本冇人理過發生咩事。咁所以其實現時咧，台灣嘅反制除咗清咗呢班即係有機會唔係原生台灣人嘅人，而有機會滲透咗喺台灣人之外咧，第二樣嘢就係法理上面亦都敲響個警號。咁即係呢個就係佢統17條嘅一個作用啦，即係話俾大家聽，佢仲攞埋證據出嚟。而喺呢個佢統17條裏邊咧，仲有一樣嘢咧係都幾重要嘅，就係佢係請教育部同陸委會嘅經濟部咧，係深化青年學生對中國嘅認識教育啊！呢個香港我唔知香港有冇報道啦，就喺台灣裏邊都少報，即係因為佢都意識到現時台灣嘅後生仔咧，其實對大陸認知唔多。一來就係兩岸交流已經跌到冰點啦，據我所知都冇乜交流團㗎啦。咁二來最近嗰個咪馬英九帶咗國民黨青年團過去咯，但係嗰班都好似唔係好年輕嘅，老老實實。咁你其他嗰啲其實佢哋對內地一來自己唔想去，二來就係話咧都係冇乜認識。咁你見得到佢就其實要準備到台灣係將來咧，萬一有擦槍走火嘅情況底下，起碼班人唔好叫唔醒先，或者冇反應。同埋仲有一樣嘢咧，大家唔好留意啊，即係唔好忘記咗咧，點解喺現時成個即係博弈裏邊，我講咗大陸嘅反應，台灣咧除咗係有呢個安內法理上面咧。仲有一件事好關鍵，就係我唔知大家阿湛有冇留意過咧，就係其實好耐好長時間，台灣係冇出現過疑美論嘅。咁但係近日隨住美國對烏克蘭嘅一啲態度嘅改變，台灣嘅疑美論咧係重新出現翻，而我見到台灣政府係容許呢個討論越嚟越多嘅喎，唔係越嚟越少。所謂疑美論咧，就話美國佬係唔可靠嘅。如果中共打過嚟咧，佢係唔會幫我哋嘅。OK。係啦，所以你今日好有即係美國佬懷疑美國佬，呢個稱為疑美論嚇。係懷疑美國佬啱，冇錯。美國論就疑美論啦嚇，即係其實疑美論好早㗎嚇，我想話你聽。以前有，一向都有，唔賣啲最先進武器俾台灣啊嘛嚇。賣爛銅爛鐵啊嘛嚇，斷交之前就已經有啦，係關係法已經有啦，點會冇啫？即係嗰陣時講嘅，仲係蔣介石年代就話，其實佢去同大陸正式建交，同埋即係有呢個台灣關係法，其實就一世令到台灣唔可以反攻大陸噶嘛。係啊，嗱有一樣嘢咧，誒大家可能聽過，可能冇聽過啦。其實美國方面咧，曾經多次請阿蔣介石咧。係訪問美國，蔣介石拒絕。冇聽過。呢樣即係佢都唔係信晒美國，因為1949年嗰陣時咧，曾經咧美國嘅斷啊，杜魯門總統嘅斷晒對國民黨嘅支持。係啊。斷晒對國民黨嘅支持啊，無論經濟援助好，軍事援助好，斷晒㗎。咁所以咧，國民黨咧就話佢哋打敗其中嘅原因就係當年美國係。唔再供應武器俾佢哋，唔再支援佢哋，所以我哋打敗。咁呢個咧係好有待將來再講係咪真㗎啦嚇，即係咪因為呢個原因啦嚇？所以其實你現在咧，你發覺咧，即係大家又唔係傻啊，從呢兩岸博弈嘅角度咧，即係河山一局棋，你發覺到咧，即係台灣政府咧都係有趣地咧係做緊一啲嘢。當然啦，嗱你譬如佢一方面就係即係順應美國特朗普政府，佢喺呢個即係賴清德已經講啦，即係呢個國防個預算咧，其實會提升啦，由2.451
應該提升到3，但係3就應該好盡，因為我同好多台灣學者都傾過咧，其實唔好睇少個0.5啊，因為個0.5咧個數字，你講緊國防預算係好大筆數啊，你會令到教育啊、醫療啊好多開支都會壓縮啦。你再睇翻就係當時蔡英文喺2023年嘅時候咧，佢最後任期啦，又宣布兵改啦，因為當時其實仲講緊拜登政府啊，咁就話其實最大件事就唔係美國幫唔幫台灣，唔係台灣都冇戰備意識。咁你冇戰備意識好大，即係冇心防啊，心理上嘅防禦啊，台灣人叫做心防係冇嘅。冇錯，冇錯，即係你好似有乜事，你覺得美國會幫你，咁咪幫硬嘅咩？咁其實即係有時永遠都唔可以㗎啦，你要靠自己。你睇下依家歐盟咪知道咯，係咪先？咁你所以其實你即係我呢個題外話，即係上次英國首相啊，英國首相同特朗普會面喺華盛頓，即係講緊話大家要共同對抗俄羅斯嘅時候咧，大概咁啦，我唔好記得啦。咁啊，俾特朗普當面問咗句：你靠自己搞得掂咩咁樣？咁你諗下，佢真係唔識答你噶嘛，所以你一定唔可以靠人，都要靠自己。咁所以台灣其實一路以嚟唔係冇部署到，但係佢現在要呢啲嘢發酵嘅話咧，其實就係敲響民眾心裏邊嘅警鐘，知道件事會發生。事件只不過係一個，即係如果從一個歷史分析嘅角度咧，即係偶然性、偶發性地令啲嘢爆得更加勁。但係之後嘅嘢就合理化晒啦。原來你真係有軍官咧，就連雄風飛彈嘅部署咧話埋俾人聽嚇。原來加埋咧有成咧，即係講緊係40幾人咧，就1年啫喎，唔係講幾年喎，40幾人咧就已經係變咗共諜啦。咁你嗰個所謂距統17條咪完全合理晒咯。咁我哋佢距統17條嚇，OK 咁你跟住之後你又覺得咦？喂，美國其實都唔一定幫我哋嘅喎，但係政府冇咁講啊，政府冇咁講，佢只係容許民間發酵啫。民間廣泛討論嚇，咁冇問題。咁事實上，你而家特朗普俾人睇到嘅就話出賣咗烏克蘭啊嘛，出賣咗烏克蘭曾經有一段短暫時期話唔供應武器俾烏克蘭啊嘛。咁你即係話台灣都驚會唔會將來又咁樣對付我哋啊？不過咧，有趣嘅地方咧，你比較翻咧就係近日咧，其實阿站你都會揾到，就係咧美國國防部長應該克格塞斯啊，就話調整咗華府嘅軍事策略啊嘛。點解現在咁對烏克蘭咧咁樣？就係講一個叫做暫時國防戰略指導，係華盛頓郵報公佈出嚟嘅，就係話咧其實咧就係將美國個軍事策略咧就會由歐洲啊、烏克蘭啊、俄羅斯咧就會放低，就反而咧就會去翻俄羅斯唔係放低，講錯咗即係去歐洲啊、烏克蘭嗰啲就放低咁啊，反而咧就集中咗咧就喺北韓啊、俄羅斯啊、台灣嘅地方度，特別係咧要防範中國喺台灣上面嘅行動咧，視為最高優先事項。其實我覺得呢啲咁嘅消息咧，第一我唔知邊度嚟，第二咧。呢啲消息傳出嚟咧，就梗係有原因啦。嗰份叫華盛頓郵報啊，佢唔係以前嗰份852啊，大佬。咁所以佢原因點解咧？其實除咗係幫可能我估計可能幫特朗普喺烏克蘭事件上面解套之外咧，其實多多少少係講俾台灣人聽。但係台灣人其實個反應有幾大咧？我就見到就唔係好大。咁證明如果咁講法咧，即係個疑美論現在喺台灣嚟講咧。其實都合情合理，亦都大家都覺得咦係喎，真係要懷疑，因為最實際就係一份報紙講嘅嘢都唔知係咪消息，但係你對烏克蘭嘅行為就真係事實嚟㗎嘛。大家真係有眼見㗎嘛。咁你叫我今日會相信你嗰份叫做暫時國防戰略指導啊？咁我唔知你暫時係幾多分鐘㗎喎。你可能聽日就唔係，咁我咪出事咯。即係大家見到現在美國個總統，我諗係美國歷任總統以嚟係可以日日都初15㗎嘛，個月亮不一樣。佢講完嘅嘢，聽日就唔係㗎啦，已經。不過咁嗱，個基本盤係冇變到嘅。烏克蘭就算失守咗咧。仲有北約其他國家防守，包括首先嘅首當其衝嗰個國家叫做波蘭，跟住有羅馬尼亞，好多國家頂住。如果台灣咧所謂失守咗咧，佢冇嘢再擋噶啦，直去關島啊，直去關島噶啦，就去第二島鏈噶啦，所以台灣，而且台灣嘅重要性咧，就話台灣海峽咧就世界上有50%嘅貿易係經過台灣海峽嘅。所以台灣海峽係非常之重要。OK，唔係烏克蘭。烏克蘭咧，我要補充樣嘢除咗靚女多之外咧，烏克蘭好多貓㗎，
我唔知點解咁鬼多貓㗎烏克蘭啊！呢件事喎係啊，好多貓㗎。佢可能農業大國啦，除咗係工業大國之外，係農業國家嚟嘅，要養好多貓嚟驅鼠啊，趕走啲老鼠。我估係呢個原因，係好鬼多貓㗎烏克蘭。咁啊，但係所以我諗即係台灣都有啲喺現在個兩岸關係咁緊張裏邊咧，大家就唔好針對即係今集裏邊最關鍵就唔好針對個別事件，其實你要成個局去睇，即係好多時咧係環環相扣咧，大家都不停出緊招。好嗱，呢度話所謂環環相扣，我要問你一樣嘢啦。賴清德所講嘅咧，佢統17條裏邊咧，第2樣重要嘅第一樣咧就話公開宣稱對岸就係敵對勢力 ，OK 咁啊，第2樣重要嘅就話咧恢復翻軍事法庭。軍事法庭嗱，我要講講啊，喺馬英九做總統嘅年代係廢除咗軍事法庭啊嚇。咁咧其實好嗱，因為好少國即又好少有即實體啦嚇，即實體嘅地方咧係廢除軍事法庭嘅。有軍隊自然有軍事法庭嘅，有啲唔係咧，你好難維持咧嗰個law and order inside the military。喂，但係嗰陣時咧，我還係做台灣評論比較後生的年代咧，即係我阿湛睇住我成長，就係當時廢除軍事法庭咧，係視之為兩岸和平嘅一個象徵嚟嘅，即係意味住唔打仗。其實呢個係 nonsense 冇關嘅，就算你冇中共係敵人啊，你個軍隊係咪要有軍事法庭啊？有啲友仔唔生性嘅，你都啲軍事法庭審啊嘛。咁而且咧呢個賴清德點解要提咧？軍事法庭除咗係審現役軍人之外咧，佢要審埋咧其他嘅間諜案，而且咧係軍事法庭退役都審嘅喎，退役都審啊，同埋咧判嘅刑期咧係重好多㗎，重過出邊民即係其他呢個即係佢政府裏邊嘅即係司法系統嘅其他法庭嚇，軍事法庭係重好多啊，所以一定要恢復㗎，係好你知唔知啊？我當時直情咧係簡直覺得好奇怪，馬英九都搞乜鬼啊？OK， 你點解要取消軍事法庭啊？真係即係冇可能嘅喎。好，你跟住你講。我諗即係呢啲即係早排我聽到啲通番賣國嘅解釋，我係聽唔明啊嘛。咁但係阿湛頭先講嗰啲咧，點解軍事法庭仲要同審軍人點解仲重過一般人咧？係因為係最容易通番賣國㗎。佢掌握嘅資訊係最即係啲法官成日鬧啲即係衰咗嘅差人啊，就話你知法犯法。你身為軍隊應該保衛國家，點解要出賣啊？啲法庭，香港法庭都會出現呢個情況，對執法人員應該係更加嚴噶嘛，因為你係掌握住你掌握住公權力。香港嘅理解就掌握住公權力，咁但係喺台灣或者其他地方嘅話，啲警務處長唔止一個咁講啊，絕不姑息，唉，絕不姑息。咁應該，咁你咪辜負咗香港市民嘅信任咯，咁所以係應該嘅喎。咁但係你如果頭先講軍事法庭嗰度咧，對軍人嚴厲係應該，因為你包括第一軍人嘅身份係一世嘅即係冇存在住，你只係退役嘅啫，但係冇退役唔係話唔係軍人嘅。所以你見好多國家咧，如果佢有啲即係所謂咩開國啊，或者係啲國慶咧，其實退役軍人都會邀請㗎，佢冇唔邀請㗎喎。咁因為嗰個係一世嘅身份嚟，只不過退役咁解啫嘛。咁第二樣嘢就係你係你等等先嚇。你第二樣嘢等陣時，我呢度一定要插你嘴嘅。OK， 就係所謂係一世嘅話咧，如果你係上尉，你退役，你終身嘅銜頭都係上尉。係㗎。即係話如果你阿葉博，就算你將來退休嘅，你寫一封公函，乜嘢公函喎？你算唔係再教書㗎啦？你都係寫博士嘅。咁梗係啦，博士。博士一個終身嘅銜頭嚟㗎，嗰啲軍銜啊，所以咧你係沙展上士，台灣叫上士啊嘛，你一世都係上士，乜上士，你係少教乜少教，係一世㗎。係啊，仲要你可以有啲特別待遇喎，即係所以以前所謂榮民咧，我最出名嗰間醫院嘅榮民總醫院啊嘛。即係退役軍人，榮民即係退役軍人。或者攞咗特殊功勳嘅市民都得嘅。
係大部分都係軍人嚟嘅，老老實實。好啊，第三樣有咩？第三樣咩啊？頭先我哋講咗咧，就係話咧，嗰個其實就係令到疑美論咧容許佢發酵，所以你見到其實兩岸現在咧，我頭先話咧，台灣係處於個準戰爭狀態，但係其實呢個暗戰已經發生緊喺亞事件裏邊，你見到發生緊。係啦，亞事件咧就係有一個爭議亞事件啊，即係話部分嘅即係呢個陸配即係嫁過嚟嘅。嫁過嚟嘅原來就係間諜嚟嘅 ，OK 啊？佢就冇話到佢係間諜，不過佢有啲即係支持武統嘅言論啫。喂，但係台灣中華民國實行言論自由嘅喎，喺台北咧日日都有人嗱拿住支5星旗咧喺度猛咁揮喎，冇事嘅喎，冇人拉嘅喎。冇事㗎。啲喺嗰啲紅色媒體日日講咧，即係呢個美國點衰啊？呢個。即係解放點好啊？統一點好，一樣可以照講嘅喎。咁你點解佢講句武統就要驅逐出境咧？呢個其實簡單喎。即係冇咗言論自由。係啊，唔關事唔關事。嗱，因為咧佢講緊嗰樣嘢咧，嗱台灣咧你支持統一係容許嘅，譬如大家都知道啊，我不嬲支持統一㗎。咁但係問題上，你嗰個支持統一咧係有前設就和平統一啊嘛。咁呢個其實兩岸都有嘅噃，但係如果你講緊武統，你支持武統嘅話咧，其實你係支持即係打台灣同令到台灣有一個廣泛嘅受損，包括人命同財產咯。所以點解當時陸委會嘅講法就係話，喂，呢個唔得喎，危害咗國家安全喎。個原因就唔係因為佢統一係個方式啊。所以你如果支持個統一嘅話，其實冇人理你個。台灣有統派，我開始呢個節目咪講，台灣不嬲有統派啊，唔係冇。甚至話站講話，以前我喺台北都見過 Sogo 出面有人揈5色紅旗，咪都去揈咯，冇人理你嘅喎。咁你完全容許啊。但係你講緊武統咧就唔同啊，你武力攻台而去達至統一嘅時候咧，其實你會造成廣泛人命與財產嘅損失。咁呢個係你咪犧牲咗廣大台灣同胞咯。咁呢個其實係冇可能，所以點解喺陸委會嗰個講法就係話唔得喎？呢件事咧危害咗國家安全。佢唔係話你講統一有問題啊，佢冇話過你講統一有問題啊。即係但係佢話你個方式係唔得啊。呢樣嘢係你變咗就會令到好多人有問，即係會受損啊，包括係性命啊同財產，咁咪唔得咯。咁呢個亦都唔係即係所謂即係台灣容許嘅一個即係個態度。既然你係支持武統嘅，咁台灣現在你主流民意都冇人支持武統啊。坦白講句。喂，仲有喎，即係紅統人士話咧，而家咁樣做法咧，驅逐啊，嗰幾件啊，嗰幾件咩陸配，即係陸配㗎啫，即係好似走翻去兩蔣年代、蔣介石、蔣經國年代嘅白色恐怖喎，咁你又點睇咧？可以相比擬話係嘛？白色恐怖應該唔係咁嘅喎，即係所以如果呢啲講錯句嘢就係要驅逐出境咁慘，我諗。可以咁比喻，因為第一白色恐怖嘅時候，其實係一個互不信任嘅年代啦，甚至乎會講緊係以言入罪都仲客氣咗啦，即係你會動輒得咎啦，甚至乎話你係就係啦嗰種咁樣樣。但係現在你見到呢啲陸配，其實佢所有即係支持武統嘅言論，全部自己擺晒上自己嘅頻道，亦都引起廣泛嘅唔係關注啊，都好多人支持佢哋啊嘛。咁其實呢個我諗就唔係嗰班紅統所講緊嘅情況，所以我都話喺台灣你支持統一係冇人理你㗎，冇人唔俾你支持統一㗎。同台灣現在係有統派，我講咗好多次，即係唔係冇統派。你最簡單，你睇翻國民黨佢本身個宗旨同埋個黨章裏邊，佢都冇唔支持統一個，我想講。不過今日比較難啲咁解啫嘛，啱唔啱先？咁但係。你咁講嘅話，你咪成個國民黨有事，所以唔會嘅。但係問題上，佢個統一方式係即係和平統一，就唔係武力攻台啊嘛。而呢幾個其實係支持武力攻台啊嘛。咁既然係咁，你同無論喺嗰個即係用台灣嘅講法，就係你喺國家安全嘅情況底下，你係危害咗中華民國佢本身個安全，而你又咁支持武統，而台灣主流民意亦都唔係支持武統嘅話，咁你不如返大陸啦。咁所以你見到喺有趣嘅地方咧，其實係我唔知阿湛有冇留意到一啲網上面有改圖，有時呢啲圖都即係幾好笑啊！即係歡迎佢哋光榮回國啊嘛，因為佢哋支持嘅嘢終於出現啦，就喺大陸嗰度，咁你快啲翻去咯。咁你諗下，呢個係幾有趣啊！咁但係我諗大家要搞清楚，就唔好俾啲隻字片語咧
就認為啊，係咪咁就扼殺咗言論自由啊？係咪就可以類比白色恐怖？第一，我諗我同阿湛你都冇經歷過白色恐怖啦。即係我記得我好細個嘅時候已經係白色恐怖好後期啦，後期到根本已經冇咗呢回事咁滯啦。所以就我哋冇經歷過，我唔知，我都係睇翻啲文獻知道當時嘅情況有幾恐怖。如果大家想知就睇一套戲叫《返校》，可能會理解多少少。係啊，《返校》係即係就會理解多少少嘅。咁但係嗰度都唔係好全面嘅啫，只係一套電影。咁但係如果你話類比今次嘅事件就等於白色恐怖，我就覺得係 over 得太過分咯，應該就唔係咁樣發生啊。同埋嗰陣時講緊嗰種動輒則咎以言入罪，就算係你坐喺度呼吸都有罪。但係現在呢3個6倍其實佢唔係坐喺度呼吸咁簡單啊嘛，佢真係有啲行動出得到嚟啊嘛。你就算我哋香港都講證據啦，咁人哋都係證據啫。咁你自己擺上網又自己去真係講過，如果你真係冇問題嘅話，咁點解你將你所有個貼文全部刪晒佢咧？請問你既然咁理直氣壯，你咪唔好刪咯，咁簡單，係咪？喂，得阿東啊，葉博，我要問你呢一樣嘢先。佢哋呢班人咧，即係紅統啦，包括呢啲咁咧，主張武統啊、統一話，甚至係武統嘅，佢哋有市場咩？台灣係咪啲人會信咧？有冇啲人真係會信咧？我諗咁講，我頭先講話台灣係有統派。如果你講嘅一種係藍營嗰種藍營嗰種國民黨為首嘅統一嘅主張嘅話咧，到今日依然係有人信嘅。但係你講到紅統嗰陣咧，我諗個市場就好弱㗎。其實你睇翻，我係上一次去睇台灣選舉已經2020年啦，可能都資料都係唔係好 update 啦。咁佢哋有政黨票㗎。咁不嬲，大家都知道台灣嘅選舉係有2張票㗎嘛。政黨票嘅時候就不分區立委啦。其實你發覺差唔多次次，即係比例代表制。係啦，即係你發覺次差唔多台灣共產黨都有參選㗎，但係一直都攞唔到咁解啫。咁你唔知點解咯？咁所以其實你話有冇市場嘅話，我起碼喺議席同埋選票上面我見唔到咯。咁但係你話如果支持統一嘅係以國民黨或者藍營為首嘅話咧，咁始終今日都係佔一個相當之大嘅比例嘅，特別係年長嗰輩啊，所以有個叫做中國情意結啊，或者兩岸情意結嗰班嘅話，咁仲有響度啊，唔會冇嘅。你起碼你見到無論民進黨點做，咁其實喺金門嗰度永遠都攞唔到噶嘛，因為金門嗰班人就諗支持㗎啦，都唔使諗咁多啦。咁你冇市場咧有，不過問題上你話係咪會竟然出現咗話好大部分人支持武統嘅話咧，咁我就好奇怪啦，個民調到底點出嚟啦？中共嘅認知作戰啊，而家興講認知作戰，即係 propaganda。OK，認知作戰喺台灣方面係咪真係好即係好勁咧？即係個勢好勁咧？認知作戰，唔係喎。我諗我冇好科學嘅統計，但係據我個人認知上面嘅認知作戰喺台灣嘅發酵係好有限。呢個應該就因為其實你要知認知作戰咧有一個好大嘅特點咧，就係你要有反應先個認知先完成㗎嘛。冇錯，係有互動啊，係有啲反應嘅，要有反應嘅。你直接跳過咁有咩認知可言啫？OK， 所以呢樣嘢係冇發生㗎嘛。即係除非佢哋個個喺度討論緊呢件事啊。即係好似當時福建21條咪喺你嘅節目講就係話，原先就覺得話哇咁台灣應該好多人好受歡迎啊。其實冇料到嘅，福建21條咁就咁簡單咯。咁你冇嘅時候你直接跳過，咁有乜認唔認知可言啊？請問嗱，要講樣嘢咧，其實金門嘅食水咧都係由大陸供應嘅，根本要打咧係冇得打，千祈唔好用1949、1950年嗰個年代古寧頭戰役去比喻啊。其實今日嘅金門咧已經係冇晒軍事價值㗎啦，係啊，佢只有政治價值。點解大陸係唔會攞翻嘅？因為攞翻咧就令到你台灣嘅政府咧就係冇牽掛。目前台灣政府有牽掛，就有個金門馬祖幾個小島咧喺度咧黐住大陸嘅，咁咧佢冇辦法唔顧及大陸嘅嘢，係有啲好微妙嘅。未必用科學解釋到，總之佢有啲牽掛。我始終我哋似有不離皮啊嘛，講法就係你始終都黏住啊嘛。係啦，係始終黏住嘅。OK，咁如果大陸收翻去之後咧，哇！呢個民進黨拍手掌啊，大佬！哇，以後冇牽掛啦。有陰謀論覺得民進黨係其實如
如果你話要即係欲收復台灣先攞金門，你快啲攞翻去啦！哇，佢唔知幾想啊，講唔出口咋，講唔出幾想你攞翻去啊！幾想攞翻？呢個陰謀論係曾經出現過喺台灣㗎，嚇唔係冇㗎，佢哋都有。嗱，陰謀論還陰謀論，但係有啲陰謀論啊係有科學嘅證據，即係我哋可以合理嘅推測嘅。咁咧，如果咧大陸咧要攞翻金門係，即係1個鐘頭已經搞掂佢行嘅，即係佢過去乜都搞掂㗎啦。但係點解唔攞翻咧？就係因為佢就最攞翻之後，民進黨政府咧就覺得佢哋完全係唔需要理大陸方面任何嘅嘢啊。咪亦都有可能，我唔排除有內地嘅朋友有睇呢個節目嘅，有聽到我哋講嘅。佢認你嘅，你攞翻佢做乜鬼啫？即係你唔認嘅，係啊，認做老豆，認大陸做老豆係啊！啊，佢或者你去金門就知㗎啦。佢哋冇人講自己台灣人嘅，個話自己福建啊、廈門啊、漳州，跟住你真係打翻佢翻嚟做咩？聽到得？即係冇需要啦，已經冇需要。同埋咧，我要講，佢認你啊嘛，你認你打佢做乜啫？係咪先？講翻少少啊，以50年代、60年代甚至70年代初期嚟講咧，金門係有少少戰略上嘅價值嘅，因為佢個預警嘅前哨啊，係對抗咗呢個中共嘅前哨。如果中共有啲咩舉動咧，當地嘅雷達啊，各樣嘅即係截嘅無線電咧，可以截到咧，就馬上通知台灣本土，等啲飛機可以起飛啦。但係而家呢個年代咧，就係根本咧嘅科技已經唔需要金門呢個前線前哨，雙方面嘅科技已經大陸亦都唔需要金門 ，OK？ 佢及住你啲國軍做緊啲乜嘢？佢自己嘅雷達啊、人造衛星等先進科技咧，就根本又及住你台灣做緊啲乜？台灣嗰邊又及住做緊啲乜？咁要金門嚟把鬼咩 ？OK， 你要俾你咯。咁啊，即係呢個我哋要知道啊，個完全唔同啊，同1949、50年嘅年代，金門嘅作用已經係冇晒啊，即係旅遊價值。即係睇台灣新聞嘅時候咧，譬如我準備今集節目咧，我都要揾大量資料去比較到底兩岸嘅互動之間點樣博弈啦。咁但係真係小心啲 cherry pick 嘅，因為好多時咧，如果你淨係睇一兩個咧，你分分鐘咧會俾佢哋即係 trap 咗都唔出奇。好啦，咁你有咩結論咧？今晚嚇？我結論咧，我覺得其實嗰啲所謂第一就係如果你從簡單啲嘅話，你話殺雞儆猴嘅話，我相信現在喺台灣嘅陸配會唔敢再講嘢咯，即係小心啲啦。大家啲社交媒體撳咗佢先啦。咁因為現在其實即係我又唔知點理解呢件事嘅，因為如果你話即係支持武統嘅話，係作為一個陸配啊，特別係陸配嘅話，又真係喺小紅書啊或者其他度好似有好多人中意咁樣，咁啊嗰啲係有時如果你係想like啊成嘅話，都係幾有效。但係我諗第一樣係短期裏邊講就係殺雞儆猴作用好明顯啦。但係長期裏邊嘅話咧，我相信咧頭先我講台灣反制第一樣嘢就係學翻蔣介石嗰招啊，讓外必先安內咧。首先我會覺得繼續落去。即係你會繼續去，因為反滲透現在係台灣好重要、好重要嘅一個。你睇下好緊要啦，即係喺軍隊現役同埋退役嘅都有咁多人啊，都有咁多人嘅即係叛變啊，即係 betray 嚇叛啊，咁你可想而知啊。係啊，同埋你諗下上一集我應該2月嘅時候同阿湛講話嗰個即係依家俾人哋變咗呢個台獨頑固分子啦，就係八炯同埋閩南樂做嗰個即係中國統戰實錄嗰度，其實你裏邊好，其實喺台灣裏邊個反響係超級大㗎。即係我可以話嗰個零鐘頭嘅紀錄片，佢嘅 PV， 即係上次阿湛都話，如果你有嗰幾百萬 PV 你發咗啦，咁但係如果你幾百萬 PV 咩意思咧？你喺香港而家上畫一套電影係咯，即係上畫一套電影都未必有咁多人睇嘅。咁喺台灣係好大嘅反響啊！除咗即係佢兩個，梗係即係台獨頑固分子啦，因為令到成個福建嘅統戰系統冧咗咁滯。咁但係問題就你係將好多嘅裏邊嘅嘢，你係統晒出嚟，大家發覺到原來喺自己身邊冇留意到喎。咁呢個好啦，我最後一樣嘅OK，但我哋都即係再呼籲大家去睇嗰套紀錄片。你講多次個名啊，唔該。
係應該叫做中國統戰實錄，冇記錯。OK， 咁大家揾去睇啦嚇。我唔會擺晒，大家揾嚟睇啊。即係我都驚嘅，大佬，我唔會將即係樣嘢掟晒上網㗎。啊，不過問喂點解個環保分子真係唔好制喎？係真係冇啊冇啊，大佬，我唔擺㗎嗰啲咁仲有一樣嘢。見得到一樣就係話，我相信台灣嘅所謂嗰個反滲透咧，無論由政府層面、法理層面同民間層面呢3個層面裏邊咧，未來都會繼續推落去，繼續做。因為敲響晒啲警號啦嘛。最後尾一樣嘢問你啦，我想問你啦。點解咁多人肯做呢個即係情報收集嘅咧？佢哋為意識形態啊、金錢啊，還是係美色咧？咁有啲人真係真心係中意統一嘅喎，多唔多咧？嗰啲做間諜嘅，唔知佢哋係咪真心中意統一？但係我反而另外一個角度睇就係頭先阿湛講過咩重新有呢個軍事法庭。啊，係啊，恢復軍事法庭審判嗰度，其實當日公佈嘅時候咧，我自己都我呢條我係好特別留意㗎。除咗呢條之外，就最後嗰條就係話覺得台灣嘅年輕人要深化對中國嘅認知，即係教育之外咧，係呢兩條我特別留意嘅。咁我會覺得呢個反映一樣嘢就係國軍過去嘅軍紀其實好差。呢個真係事實。即係到底佢係咪因為錢、因為名、因為理想？女人係咪女人係我唔知啊，大佬，因為佢哋每一個人會做呢啲事嘅話，佢背後梗係有好多佢嘅理由㗎啦。而呢啲理由其實我亦都冇辦法揾得到出嚟啦。坦白講，反正個事實就係佢將紅蜂飛彈嘅資料話咗俾大陸知咯，呢個就係事實咯，係咪？將空軍嘅資料話咗俾大陸聽，呢個就係事實咯，可能係咁樣樣啦。咁但係問題上，你好反映一樣嘢就係國軍喺過去尤其是一個非戰時狀態底下咧，其實個軍紀好差，甚至乎係啊，即係差，可能差到個地步係遠超我哋想象。我記得10幾20年前咧，同阿湛做節目嘅時候咧，我已經鬧過一次，就係憲兵啊，憲兵其實其中除咗海軍陸戰隊之外啦，憲兵係其中一種係最精鋭同最光榮嘅部隊嚟嘅。咁去總統府嘅憲兵站崗嘅時候咧，瞌眼瞓支槍嘴懟入自己嘅口，我已經覺得好離譜喎。例如，即係現在已經更離譜，依家係更離譜。咁你即係話過去呢10幾20年咧，個軍紀比想象中更加差咯。咁啊要睇下賴清德政府有啲咩把炮，有啲咩法寶或者板斧去搞掂佢啦。因為咁樣係冇辦法能夠係應戰啊。除咗心防之外，你自己正規部隊都要有個battle ready， 隨時準備打仗嘅即係台灣現在咪處於就係敲響警號啦。其實你如果咁睇嘅時候，佢統17條啊，就係敲響民間警號啫嘛，容許疑美論不停發酵。因為台灣政府好得意㗎，對美國不友善言論咧，有時好多時盡量都希望唔好講得太多㗎。佢而家專登講就逼美國。逼美國啊！你真係要你要實踐你嘅諾言啊！要保護。咁民間一個渠道就知道會醒咯喎，你哋唔好再咁落去咯喎。咁我覺得呢個係即係一個重要嘅即係。好啦，今晚咧都講多咗，但係唔講又唔得喎，即係咁好聽喎，即係聽阿葉博講。好啦，下次再揾過你嗱。其實咧，台灣嘢係可以個個禮拜講，或者真係根本就好多嘢發生嘅。不過咧，就唔係樣樣香港人都有興趣。OK， 就係咁講啊！你睇台灣根本佢係好多新聞，佢即係不遑即係同香港啊不遑乜嘢多樣啊，不遑多樣啊！佢嗰啲新聞多到啊，存在住一種蝴蝶效應嘅。好啦，係咁先啦，拜拜，多謝晒，記得將我哋節目傳俾人睇下，唔該。OK，拜拜。